称西方极乐世界之法门。一、每天念南无阿弥陀佛108遍。二、每天念109页阿弥陀佛心咒。嗡阿弥利多帝释诃罗吽。往生阿处佛国之法门，每天照着顺序念。一、先念南无不动如来108遍。二、再念不动如来心咒。嗡毗沙那韦迦帝吽108遍。开始诵持不动如来灭罪陀罗尼。110页不动如来灭罪陀罗尼。结结尼，结结尼，鲁哲尼，鲁哲尼，堕卢哲尼，堕卢哲尼。